大家好，我叫莫卓彤，我係 CSV 3020 Nursing Care One 嘅學生，我嘅 student number 係24020184。我係一位健康護理員，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關於我嘅病人張先生嘅健康狀況同埋處理嘅方法。我個病人今年70幾歲，患有唔同嘅健康問題，而且我做呢份報告嘅目的係想俾張先生一啲有用嘅建議，用嚟配合佢身體狀況，亦都令到佢明白自己嘅病情有幾需要改善，亦都有幾嚴重。根據張先生嘅背景資料，張先生係有輕度嘅聽障問題，咀嚼困難，大小便失禁。張先生亦都下肢無力，要長期臥床，行動都要坐輪椅，而佢日常生活嘅活動都需要依賴其他人照顧同埋幫助。而最近張先生唔知乜嘢原因，表現到食慾不振同埋情緒低落。咁究竟張先生要需要乜嘢健康需要呢？由於張先生有長期臥床，所以好容易得到壓瘡呢個風險，所以我建議要保持張先生嘅身體衛生同埋乾爽，仲要定時定候同佢轉身。而張先生亦都需要長期使用尿片，如果冇及時同佢更換嘅話，佢可能會引起尿道感染及皮膚過敏。至於用餐方面，要將食物攪碎，煮得軟身一啲，可以減少佢哋近親嘅風險。由於張先生亦都有輕度聽障嘅問題，我哋要確保佢嘅助聽器係完好無缺，所以亦都同佢講嘢時，同佢面對面同佢對話，要用廣東話慢慢同佢講。喺咁多個問題之中，我比較重視張先生嘅失禁問題同埋如何處理。首先，我哋應該喺清潔嘅時候，應該由前面嘅尿道抹向肛門嘅方向，唔好用同一張濕紙巾來回咁重複抹，以免尿道受到細菌感染。然後我會鼓勵張先生飲足夠嘅水，令到佢可以成日排尿，咁就有助於可以排出身體內嘅細菌啦。而且我會每隔2-3個鐘頭，或者喺佢大便完之後，馬上同佢更換一塊新嘅尿片，保持清潔同埋乾爽，亦都會確保張先生嘅房間環境係唔會過熱或者潮濕。而且每更換尿片時，我會用有 pH 5值嘅專業皮膚清潔劑同佢清潔皮膚，而唔會用鹼性番梘，因為鹼性番梘可能會洗走張先生的保護性皮脂，令到皮膚會得到損害。最後，如果我發現有異味或者出現紅點，我會即刻記錄低，同埋講俾醫生聽點解會發生咁嘅事。最後總括嚟講啦，我覺得張先生係需要一份全身同埋全面嘅照顧計劃，而喺身體方面，重點係透過定時定候轉身同皮膚護理嚟預防皮膚問題。而我哋亦都會妥善安排合適嘅食物，對於維持張先生嘅營養係非常之重要。而且我哋亦會確保張先生個助聽器正常運作，同時用佢最擅長嘅廣東話同佢對話，令到佢同我哋可以容易啲溝通，令到我哋可以更加明白佢嘅需要。最後我發現佢情緒低落嘅原因係因為屋企人太耐冇陪佢啦，所以我會鼓勵佢屋企人多啲探佢，同佢傾多啲偈，以改善佢抑鬱嘅情緒。總之，最終目標係盡力要理解張先生同埋配合張先生嘅生理同埋心理需求，
令到張先生覺得自己得到其他人嘅尊重，唔會因為自己身患重病而受到他人嘅歧視。